而为。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有声音吗？哈利路亚，赞美耶稣。OK， 好。
中，下一页。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安。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追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亲爱的上帝，我向你降服，将我的意念、计划和前面道路完全交托给你，恳求你成为我的主，在今日完全掌管我的生命。在这和平纪念的早上，我们满心赞美你，在这预备祷告中，以平静感谢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聆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进行诗歌敬拜，今天是快乐歌，心灵良诗选第57首。
会众请起立，我们接下来念的是信仰宣言，在教会的周报后面有使徒信经。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起应文在诗篇22篇23到31节，诗篇22篇23到31节。待会由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偶数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那时候就狱的时候，他就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耶和华的人。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而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公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及会众做祷告，在肢体、心理、工作、家庭中都能在疫情下得平安，如有需要帮忙的也能够得到医治。也为着我们的国家社会平安和平做祷告，使众人有余力去帮助他人，叫一切都做主的工。感谢您为荣光堂增添恩典，多了牧养方式，让会友能够听进宣扬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而行。阿们。接下来主祷文在教会的周报封面后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我们免了人的债，救我们脱离中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请这个石瑶珍姐妹来为我们攻读这个经课。今天的经课第一处记载在创世纪17章1到7节、15到16节，在教会圣经旧约的第13页。那由我来攻读创世纪17章第1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15节，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第二处经课记载在罗马书第4章13节到25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167页。罗马书第4章13节，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谢谢石瑶珍姐妹。接下来请是献诗，今天是由喜乐发音班为我们献诗，取名是“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八音班。接下来今天的读经在教会圣经第131页，131页的《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而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正道神学院的院长来。接下来我们献诗。
谢谢诗班。接下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这个正道神学院的陈院长来为我们正道。那题目是蒙福的教会。亲爱的兄姐们，早安！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教会龙光堂分享上帝的话语。早晨，那我就从刚才我们的诗会所谈到的哥林多使徒行传第2章41到47节，我们一起来勉励。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礼拜堂，叫 Westminster 西敏寺教堂。当西敏寺教堂在盖造的时候，主任牧师有一天就在前面的空地上，在那边巡视，遇到一个工人，他就走到那个工人面前，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很自然，他就说：“我在敲石头，我在养家，赚钱养家。是，你我都需要一份的工作。一个家庭有经济上的需要，我们需要工作养家。”他走到另外一个工人的面前，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盖造，我在建立教会。”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回答。他心里面想到的，我无论做什么，我知道我所有一切是从上帝而来，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是跟我的养生有关，但他连到建造教会、建立教会，他知道他手所做的工，每一件事情都跟建立神的家是有关的。初代教会历史上有形的第一个教会，教会有2种，一种教会叫做无形的教会。从创世以来，那上帝所造的，有一种人他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种人他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教会在创世以来就已经形成了，叫做无形的教会。你我是在基督之后，你我都有福气。有一天有机会，有人向你我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心里说：“我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主和救主。”我们因为听信福音，叫福音的信仰，所以我们都是因信福音的信仰，认识基督，认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认信他，以至于与上帝和好。另外有一种信仰叫做参与式的信心。人被造，在奥古斯丁用他的神学名词，就是人被造有一种上帝认识上帝的本能，认识那一位创造者的本能。如果我没有机会，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空处是为上帝而流，直到我们认识那一位上帝，我们心中才感到满足。我大哥到我12岁，他读成功中学，那是在台北。他喜欢划船，有一天他就在碧潭划船，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故事。他在划船的时候，在湖中心，他就拿一个苹果在那里削苹果。当他削苹果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掉了，要去抓那个苹果，他摇晃了一下，船就翻了。对一个高中的学生，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掉在相当深的水深的里面，船翻过来，他能够叫的只有一个名词。那时我家拜关公，他就抓着上面喊啊叫啊脚踢啊，关公救我。他从小跟我的祖母跟阿嬷住在一起，他心中有2个很重要的人，第一个是关公，第二个是阿嬷，所以他就叫阿嬷救我，叫关公救我，让他抓到那个船板，他把那个船翻过来，没死。假定在一个深山里面，我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我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本能，就是那一个自己者，那一个自大者。当我人在最艰难、最困苦、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呼天叫地，叫谁？叫那个永恒的至大至高者。
对我大哥那时候来说，就是关公，就是阿嬷，那是人的本能。他们没有机会听见谁是真正的上帝，他们不能够很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以至于对上帝有一个更清楚的那种方向。但是他们叫老天爷，他们叫上天，他们叫那个自己至大者救我。这种人，我们在神学的信仰里头叫做参与式的信心。有一些人是用参与式的信心来认识，有一种人是用福音式的信心来认识。不管是参与式的信心、福音式的信心，最有把握的就是福音式的信心。这种人信了以后，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任性与神和好。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创世以来属上帝的人的集合。有参与式信心的人，你我不能够告诉他说，你信的上帝，你那时候叫的那个至高者老天爷啊，不算，他没听过嘛。我们交给上帝。但我要讲的是，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被上帝所招的人的聚集，这个叫教会。有一些人听过福音，他们信了；有一些人没有听过福音，他用自主性的参与式的信心参与在这个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我向那一个创造者来呼喊。这些人的集合叫做教会。有形的教会，所有的教会，第一种教会叫做无形的教会，叫做宇宙性的教会。自有天地以来，所有属上帝儿女的聚集的这个教会叫无形的教会。所以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敬拜，我们是跟普天之下万族万世万国万民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圣徒，我们一起在敬拜，我们在侍奉上帝。第二叫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是2000年前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的形成。当那一天，主耶稣基督透过施洗约翰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人的罪，良心的问题不能够用水洗，污秽的事情用水洗，外表的事情用水洗，物质的东西用水洗。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流汗，我身上带着汗水的味道，我如果要洁净，很简单，回到家我就洗一个澡，冲一个澡，我就干净了。这是物质的东西。可是我的良心没有办法用水洗净，所以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良心的只有3种：一种是上帝的道，一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种就是圣灵的洗。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说的就是耶稣基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洗去我们天良的罪恶，洗去我们内心的污秽，洗去我们的良心，使它可以洁净。这个叫做认信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这种人就是成为教会的集合体。所以有2种教会，无形的教会跟有形的教会。第一个教会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当他复活以后，有40天在地上向门徒显现。当40天结束了，他要升天以前，那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在这里第1章的第5节上下文讲了一句话，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不多几日刚好是几天呢？刚好是10天。耶稣在世上40天，后来又有10天，五旬节来了，所以五旬节圣灵就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降下。圣灵降在他们当中。当天五旬节发生的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声响，有极大的风吹过，并且有舌头如火焰从天上降下。第4是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别国的话原文叫做 glossa，glossa 在新约圣经出现将近70次，60几次。中文的翻译叫做别国的话。
今天的灵恩教会谈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你要让我看见外在外显的证据，叫做有没有讲方言。可是不是的，单单在那一次应许的是受圣灵的洗，可是显明的表达是圣灵从天降下，这不过是4个现象的一个。如果我们今天要用灵恩派的这种方式说，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是以方言做见证，那我要问其他的3种呢？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之外，当你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有没有很大的声响？嘣，在这个地方突然爆炸，很大的声响，有很大的声音，然后有风，极大的风吹过，这个可能窗户都要响的这个嘎嘎炸响。而且不但如此，有舌头如火焰从天上降下来，没有。但重点是那一天圣灵降下的时候，教会产生了。第一个教会，有形的教会，3000人信了。我不晓得彼得是怎么说的，在前面提到说，彼得就开始传讲福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你们被杀的，被你们手所钉十字架的，今天神已经叫他复活，他就传讲第一篇的信息。讲完以后，圣灵降下，他们都心被恩感，他们都信了，3000个人受洗，成为基督教会里面的一部分。这是有形的教会。我没有时间讲这件事情很重要的神学议题，但是回到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有形的教会叫做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模式跟见证。初代教会第一个有形的教会，他们是怎么建立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雏形，很好我们可以遵循的一个方式。5件事情，第一个有真理的教导，所以那一天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就是圣灵降下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有3000人信主的那一天。他们第一件事情，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真理。小时候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唱一首诗歌，那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大雨下降，河水上涨，房子不会倒下来。为什么？根基是稳固的。一个教会根基稳固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有真理教导的教会。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它不会倒下来。可是那雨本人把房子盖起来，为什么风吹就倒了，雨杖就把它吹走了？因为根基不稳固。建立在上帝的道上，永远是最基本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所以第3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如果教会因为什么吸引人来，会因为教会不再因为吸引他们而离去。如果我们给他们的东西是他们想要的，教会再不能给他们想要的，他们会因为教会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想要的，他们就离去。我们不需要作假，我们不需要告诉别人说，教会很棒哦，你来我们这里学插花，教会是专门教你插花的。我不是说插花不好，你来教会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她很会做菜哦。你来，我们教会是教人做菜的，做菜好不好？好，但是这些都是周围的。我们需要很正确的告诉人说，你到教会来。教会是一个传讲真理、教导圣经、明白真理的地方。这一个圣经3927，总共66卷，上帝他的启示给我们世上的人生活作为针砭，作为准则，可以在地上帮助我们生活的很好的真理。如果我们告诉说教会是专门传讲真理的、教导真理的，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他们会因为好，我愿意知道圣经到底在教导什么真理，我来了，我真的学习了，我也真的对我的生命、我的心灵有帮助。千万不用客气，也不用担心。如果这本圣经66卷圣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自己负责，你不必替我们的神担心，他会不会喜欢上帝的话，他会不会愿意聆听明白上帝的话？没关系，就请他来，直到他真的是被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感动了，这一辈子他会爱慕上帝的道，
他会愿意学习上帝的道，他会愿意聆听上帝的道，他愿意遵行上帝的道，这才是正路。所以今天有一种教会叫做新兴教会，新兴教会专门是以我为中心，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我们，我觉得，我以为，我想，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用我们的方法，所以用英文叫做市场 （market oriented）、people oriented。你想要什么？教会来想想看，为什么满足你的需要？今天市场上大家都在风行流行些什么？教会就以这些市场上的流行的需要给他们。当教会再不能满足他们市场能够提供的时候，教会的人潮就退去了。教会永远是以神的道、上帝的话做中心，好好教导，好好明白，好好学习，并且以身作则，我们力行神的话。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我们的黑暗面，我们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大家看见传道同工，看见我们的长老执事，看见我们带领小组团契的这些负责的人，他们也是人，可是看到他们一点点的进步，看到他们一些些的改变，哎呀，感谢神，脾气好一点。他们夫妻感情本来不好，现在看他们还可以一起散步，就是在这种破碎的当中，让人看见我们的成熟，看见我们的增长。这是一个正途，以神的道为中心，有真理的教导，这是蒙福教会的第一件事。第二，是有相爱的团契，他们彼此交接，交接就是团契，交接就是 fellowship， 交接就是我们有机会常常在一起。第一堂我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沉默，他不会讲话，非常安静的一个爸爸。我1979年到美国去读书，以后我父亲跟母亲大概每一年，我跟我哥哥就尽量的凑足2张来回机票，给爸爸妈妈来1个月到美国来探望我们。那因为1年只有1个机会，我父亲是做营造的，他还有技师的牌照，他一直到93岁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牌照继续工作。我非常佩服他，他不是只是给人家应征的一个工作盖个章，然后就这样了事，不是的。他到了93岁，他还是一样身体健硕，到那个工地工寮，即使要走那个工地这样爬上去，一样就爬上去。他一定要检查没有偷工减料才可以盖章。可是有一个规矩，就是如果你仍然在业当中，你还有工作，你不能离开台湾超过30天。所以他每次到美国来都是差不多28、29天，30天以内就回来台湾。那我父亲不在的时候会打电话给我，每次打电话，因为他不太喜欢讲话，或者是人很安静，不会说什么，那也每次讲话都短短的几句话。开始的时候就是打电话来，或者我打电话回去，敏清啊，你好吗？爸爸，我很好。结婚了以后，敏清啊，你好吗？太太呢？我说太太很好，那就好。以后生的小孩，第1个小孩，敏清你好吗？爸爸我很好。廷华呢？廷华也很好。孩子呢？爸爸谢谢，孩子也很好。大家都很好，那就好。生了老2，同样的，敏清好吗？好。廷华呢？好。老大呢？好。老2呢？也好。哦，4个都很好，那就好。我有3个孩子。真的就是这样。以后每次打电话来，当我老3生下来的时候，敏清好吗？好。廷华呢？好。老大呢？好。老2呢？好。老3好不好？老3也很好。爸爸会说：哦，3、5个人都很好，那就好。花钱打电话就是讲这几句话。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出国，上英文课的老师告诉我们说：你们到美国去，只要学几句英文就通了。第1句话，碰到人的时候 ，How are you？ 那你要回答，你要告诉他们说 I am fine， 但不要忘记哦。第3句就是要回问他 And you？ 我们就背起来了 How are you？ I am fine。 And you？ 那到美国你不能只讲1句话，你讲完的接下来要讲什么呢？他说很简单，教你第2句话。当你讲完这个问安语以后，第2句话。你就双手插在口袋，你把头举起来，然后看看天空，你就告诉他说 ：“It is a fine day, isn't it？”
今天的天气不错啊，学会了。以后我发现，不只是在美国，一般人公司行号，在那个学校里面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然后接下来不晓得要说什么，就看一下天空，哇 ，It's a Friday, isn't it? 我发现不止在外面这样，后来开始牧养教会，原来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姐妹碰到了，你好吗？我好，你呢？你也很好，那就好。接下来就真的是抬起头来，今天天气不错，高雄天气都是不会下雨的，真好，我很喜欢这种天气。天气谈完了以后，不晓得要谈什么教会需要团契，教会需要小组，教会需要有生命的相交，教会需要我们的生活打成一片。如果我们弟兄姐妹5年、10年、20年、30年在教会里面，我们下一次来参加小组团契聚会的时候，还是你好吗？大家都很好，那就好。今天天气也不错哈，我盼望不要下雨。接下来不晓得谈什么。有一本书叫做《We Need Each Other》，是在芝加哥有一个惠顿神学院里面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我们彼此需要。它里面谈到，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每个人都好像是一艘潜水艇，藏得非常的深。刚才我们诗班唱的诗歌非常好，他藏我灵，我们就藏在基督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道行都非常的高，藏得非常的深，潜得非常的深，好像一艘潜水艇从这里过去，另外一艘潜水艇从那边过去，所以都有窗口，只有窗口，彼此看见了，嗨，就彼此这样擦身而过。每一个人都有一条生命线，这个生命线是插在我的鼻孔里面，吹高到这个海面上，好像那个潜水艇一个生命线，这个 lifeline 一直通到那个上面，吸收新鲜的空气。所以每天我们唱诗歌都是“亲爱主，牵我手”，这个诗歌很棒啊，就是跟耶稣讲话啊。单告诉耶稣，单告诉耶稣，单要告诉主耶稣。我只有告诉耶稣，我没有朋友。即使有朋友，就是擦身而过，嗨。你好，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今天天气不错，就这样擦身而过，没有其他的交友，没有其他的内容。第一堂我告诉他们，我们家一个很不太需要、不太想让人知道的事，但我已经释怀了。我的老大从印第安纳州后来搬到加州，到了加州，他的朋友、他的教会、他的整个人脉、他整个熟悉的环境改变了。加州是一个所谓的熔炉，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那里，特别亚裔的人，学校这个从越南来的，从辽国来的，从日本来的，从韩国来的，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这些亚裔的人就聚在一起，特别越南人又很多。那越南有很多的帮派。我的老大到了高中，整个人改变了，他后来是留庞克头，他后来是2个耳朵挂耳环，他后来是这个裤子是穿的宽宽窄窄的，都是露肚皮的。你说这样的穿着到教会去，谁会接纳他？没有人会接待他的。这些阿姨、叔叔、伯伯来到他的面前，表面上说：“你父亲是做牧师的，我们尊重你，我们爱你。”可是他们的表面上，里面其实是拒绝他的。盼望你不要跟我家的孩子做朋友，盼望你不要影响我们家的孩子，盼望你不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天，他就在教会里面带我出去，走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的中间，2手插着那一样的这个肚皮露出来，戴着2个耳环，告诉我：“爸爸，以后我不再来教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教会的人，这些阿姨、叔叔、伯伯跟我讲话好像很客气，可是他们里面根本没有接纳我，他们里面不要我跟他们的孩子做朋友，他们阻止我，阻止他们的孩子。”他说：“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假冒伪善。”我没有话说。你要我 drag him 抓着他到教会吗？我不可能。教会需要更深入，
教会不能停在表面上。我大学读的一本书，信主以后读的几本书当中，有一本约翰鲍威尔 （John Powell） 写的一本书。Why I am not daring to tell you who I am？ 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那本书的中心主题就是：如果我告诉你我是谁，你们就不会再爱我了。如果我把我的面具拿下来，让你看见我的真面目，你不会再爱我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最好继续的戴着假面具。我在家里可以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先生大吵大闹、大骂，对我的孩子叫嚣。我可以很多事情见不得人，可是我到了教会来，我要道貌岸然，我要跟你握手。今天好吗？哦，好，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心里面在流血，心里面有很多不得告人的事情，可是我要装得像一个圣徒一样来到教会。我很好，真的吗？可是这个事情可以解决吗？没有办法解决。除非我们开始挣出这一个里面的这个壳，我开始愿意把我自己展现一些给我的弟兄姐妹，告诉他我的软弱，告诉他我的失败。但我们又不能随便讲，当我讲出来，我担心，我害怕。这些人到教会去告诉牧师，告诉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那个教会我认识一个人，他家怎么样？他们夫妻吵架，我们为他祷告，祷告会变成是一个告知全世界人知道我们有一个家庭，他家里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事情。需要有公约，需要有小组的一些纪律，需要有一些彼此的规范，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我的家里的事很敏感的一点点的东西抛出来，你也把一点东西抛出来。我们求神的恩典，在这个事情黑暗的一面遮盖，让我们在这里产生更新改变。不能在外面言谈，有一些公约跟守则，小组长知道怎么样带领，这些都需要经过操练、训练、学习，以至于这些事情可以在小组里头运作。如果永远不运作，我们永远是道貌岸然，我们永远把我们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外面。我的小组里头，我们谈话的内容永远是你好吗？我好吗？我很好，今天天气很好，就这样而已。但这里初代教会，他们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有相爱的团契，真的进到话语、生活、生命里面的深度，开始学习敞开。我不只需要一条生命线到耶稣那里，我需要有其他的线。我牧会的前10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老仆人告诉我们：传道人，你没有朋友，你千万不要把你的事情、把家里的事情跟你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活得非常不快乐，永远唱一首诗歌，单告诉耶稣。我单告诉耶稣，告诉了10年。全部藏在我的心里面，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然，我可以告诉耶稣，好像把我的里面的这种压力全部释放在耶稣那里。但坦白说，我也需要告诉我的弟兄姐妹。当10多年以后，我转变了方向，我开始从1个、从2个属灵的同伴，我可以交往、我可以信任的对象，我开始扩大，我可以团契的深度团契的对象。我觉得我快乐得多，我觉得我有一个出口，我觉得有人可以爱我，我觉得我的弟兄姐妹可以拥抱我，我觉得他们可以看见我软弱的一面，也可以看见我从软弱里面怎么样成长，怎么样突破，怎么样更新的那一面。这一个真实的人比较容易这样活出来，不再是隐藏，不再是遮盖。第3，要有激励的敬拜，擘饼祈祷。整个敬拜的中心就是擘饼。为什么我们要擘饼？为什么我大概带过将近100对的青年男女走上地毯的那一端，在走上圣坛之前，要为他们做婚前的辅导。当为他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会有一次，他们2个人先在一位传道同工的面前擘饼，
波饼是我们彼此看见基督，波饼是我们在一个不合的状况，有很多差异的地方，我们看见上帝。不是你同我，也不是我同你，是我们一起同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任何的事情，波饼不是一个月我们来一次领圣餐，很季节性的、很规律性的，好像就成一个常态一样。不是，每一次的波饼再一次让我想到耶稣基督，你为我死，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你的恩典所造成的。在里头看见耶稣基督的牺牲，看见他为我的罪舍身流血，看见自己的不配、肮脏、污秽跟不足，在那里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恩待。如果在这样情况当中，每一次的波饼聚会都是敬拜的核心，在里头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的工作。所以当他们波饼祈祷的时候，众人都惧怕。惧怕的翻译比较不妥当，更合适的翻译是众人都敬畏。英文说 AWE awe， 来到一个上帝灵格的地方，我心中产生极大的敬畏，我对上帝的敬畏。当我们在上帝的灵格当中，我们心中心跳还是在跳的，可是是为上帝而跳，感到震撼，感到心灵里面有上帝的同在，感到这个信仰真是宝贵，真是伟大。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如果按照系统神学，所谓的神迹奇事是在那一个世代，在科学、在医学表明已经不是人手可以改变的。得了绝症、癌症，已经没办法了。可是，在那种人以为不行的状况当中，超自然的作为跟能力彰显出来，改变了，得医治了，这是神迹，这是奇事。当然，现今的教会有时候把这种所谓的神迹奇事降格，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对夫妻吵架，能够在基督里面一起波饼，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软弱跟失败，看见自己的错误，愿意道歉认罪，拥抱对方，重新归于和好，再继续往前迈进。这在家庭中也可以算是一个神迹。在人不能的事情，上帝使他能。我们看见这样的作为，许许多多的奇事神迹发生了。不但是如此，经历不但是奇妙，而且生活是相顾的。这里提到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共产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早在初代教会有形的第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实行共产的，但是不是主义，共产是大家一起共享。但是圣经解经神学有一个原则，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如果谈到产业的这种如何支配都是共产的话，那么就是叫做 normative 就是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次的例外。如果没有一次的例外，那我们所有的实行都要共产。可是如果在圣经中出现一次的例外，英文说 indicative， 有一个特例，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特例，就把这个共项就把它摧毁了，可以不用共产。所以使徒行传第4章有一个例子，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他们要实行共产。这对夫妻他们也说我们要共产，所以他们就把家里的产业拿来在使徒面前交给使徒。彼得在那里对他们说：亚拿尼亚、撒非拉，你们家里有产业，难道不是你们呢？难道不是你们的吗？如果是你们的，你们要留下来也可以呀。为什么你们拿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呢？所以那里的个案是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不诚实的，你们是欺骗的。如果要实行共产，应当把这些东西带来。你们不是欺骗人，你们乃是欺骗神。当场上帝击打2个人倒地死亡。这是初代教会，上帝让我们看见欺骗撒谎是一件极重要的，而且是极猛烈的事情，万万做不得的事情。所以有一次的例外，就把共项打破。所以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实行共产，我们绝大部分在西方的国家，在民主的国家，大多数的国家，我们都是私有的财产，我们可以经营，可以享有，可以自己对上帝负责。我们是上帝的管家，做上帝的管家，好好做上帝忠心的仆人，管好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在中国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过共产的世界。国民党还没有从中国退到台湾之前，在中国的大陆有一个教会叫做耶稣家庭。耶稣家庭马家庄，在山东的马家庄，他们确确实实的实施共产。那这个马家庄后来就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就失陷，然后后来就逼迫这个信仰，马家庄就被拆散。那我有幸在加州的时候，我接待过一个白牧师，是从马家庄后来流传出来的一个主的仆人。那在我们家住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那两个月的时间，我就从他那里学了一些诗歌，包括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中国调的诗歌，诗篇150首，在马家庄都是用这个调唱的，自己唱。清晨3点钟，有人清晨5点钟就起来祷告，祷告就唱诗歌，唱诗歌就是唱诗篇，诗篇都是中国调的诗篇，自己写的。他帮我录了大概20几首，我非常不小心把那个录音带后来不晓得摆在哪里丢失了，非常可惜。那如果我不晓得还有没有这种机会，马家庄出来的，他们这个都是用唱中国古调的诗歌唱的这些诗歌，如果可以存下来，非常棒。有教会历史当中有这一种事情，但是不是非得如此不可。重点是生活是相顾的，他们彼此相互的激励，相互的照顾。第4是亮点的侍奉。我剩下2分钟、3分钟时间就到了，很快的提到，有一本书叫做《The Flash Point》，闪亮的点。作者叫 Steve Otterburn。Steve Otterburn 写了这本书，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也是一个作家。那时候在美国主政的是福特总统。福特之所以可以担任总统，是因为尼克森事件。我们这个事件大概我们会比较熟一点，就是水门事件。这个尼克森做总统的时候，在这个敌对党的那里装听了这种偷听的，然后后来被揭发，他就被告发，从总统的位置就被罢免，就离开他的总统的职位，副总统就上来。但当福特主政的时候，他邀请了一个聚会，这个作者Steve Otterburn 也被他邀请去成为他的白宫的座上客。那他去了，他第一个到福特总统在白宫的接待贵宾的这个宴会室里面，就跟他握手，给他一个拥抱，就邀请他进来。第二个到的是这个科巴契夫，德国的总理。科巴契夫进来，看到这个 Steve Otterburn， 给他一个握手，给他一个拥抱。后来各国的政要就陆续的进来，因为这个 Steve Otterburn 跟其他的这个 Prime Minister 首相啦，这个重要的国家的这个首领啦，当然是差一大截。所以这些人的眼光不再看到他，只有这些其他的各国的政要，他们握手，他们拥抱。只有2个人，福特、科巴契夫，这是2个伟大的政治家。福特如果他为了竞选下一任的总统，他可以对尼克森这件事情可以持比较不饶恕的态度。可是他如果要赦免，他如果要饶恕尼克森，这是在他的政治生涯里面冒一个极大的险。后来他选择 let go， 他不要国家继续在那里扰乱，他以大政为主。他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停在这里，用基督的胸怀饶恕他。所以宽恕是那一个年代他的主题，但他晓得如果他这样做，他要竞选总统，上选的机会不大，果真他就落选。他用他的政治生命、政治生涯来赌注，但是他做了一件对的事。科巴契夫那一年，他在全国的广播告诉他的所有的老百姓，他说：“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是吃共产党的奶水长大的，
可是如果我们苏俄要再往前突破，我们需要放弃共产。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是想到自己，是想到整个全民的福祉。所以那本书提到说，像这样的点叫做亮点 （flash point）， 闪亮的点。有一个40多岁的 Rosa， 黑人，上了公车，这都美国发生的。司机告诉他说：“你到后面去坐。”大声的叫嚣说：“你到后面去坐。”一个黑人上了公车，前面的位置是白人坐的，黑人不能坐在前面的。他心里想：为什么？只因为我的肤色跟你不一样，我坐后面。他就开始在谈到人权。不是的，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尊贵的。有一对夫妻，他们家有2个孩子，老大献身给上帝，后来就到厄瓜多尔去做宣教士。有一天，他们收到电报，告诉爸妈说，孩子得了疟疾，得了重病，在厄瓜多尔，生命不久。他们就坐飞机去厄瓜多尔去看这个老大，结果还没有到的时候，老大已经死了。他有一个弟弟，弟弟告诉爸爸妈妈说，哥哥的遗愿没有完成，我要接续哥哥的遗愿，所以他也去，就跟着哥哥的脚步，自愿就到厄瓜多尔做宣教士。1987年 Pan Am Game 那时候大概是最后一届泛美这个运动大会，他想借着那个时间就做 Pan Am， 从厄瓜多尔回到美国，想回去见他爸爸妈妈，有一段休息的时刻。就在 Pan Am 飞机在上空飞的时候，这个恐怖分子在下面射击，把那个飞机打掉。他的老二死在这次的空难当中。2个心爱的儿子为了做主的工作、福音工作，献身到厄瓜多尔，全死了。爸爸妈妈非常伤痛。就在伤痛的时候，上帝的话语临到他：你失去2个儿子，我要祝福你更多的孩子。后来他们在美国就发起所谓的领养运动，一直到今天，美国是全世界领养世界各地孤儿最多的一个国家，只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失去2个儿子。我认识一个弟兄，是我自己教会宗派的一个牧师，他住在费城 （Philadelphia）。到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是重度的羊癫痫病。有谁不想领养一个可爱的、聪明的、伶俐的、漂亮的孩子？他去领养一个重度没有办法完全医治的羊癫痫病的一个孩子，中国人。有一次我去他教会讲道，那我住在他们家，他的孩子是24小时，除了睡觉的时候要把钢盔拿下来，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撞墙，什么时候会倒地，什么时候会伤害他的脑。他是24小时钢盔戴在他的头上。看到他们家我用的浴室墙壁上2个洞，都是他撞倒。他说我不能现在修了马上又会有一个洞，所以就让他有洞。他们花极大的费用帮这个孩子，让他最好的医疗，盼望他可以医治。现在还是羊癫痫。这些作为都因为这一对的夫妻，他们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我称这是亮点的侍奉。在耶稣那里闪亮，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闪亮的点。你们看过那个铁达尼号电影吗？铁达尼号最后当船要沉下去的时候，最后那一幕让我非常感动。那个基督徒的乐师走出来，拿着他的小提琴，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基督徒的，请你们有带乐器的全部出来。就有一些人拿着他们的乐器出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拉起小提琴，船慢慢沉下去。人心都是为自己的，那时候全部的人能想的就是能逃赶快逃，如果还有一个位置，即使我跳下去到那个小船上，我的生命就得救了。当大家真的要跳下去的时候，抢救自己生命的时候，这些基督徒站出来，给大家极大的安慰。那时候弹的那首诗歌叫做《更加与主亲近》，
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亲近。人们以为要沉下去，他想的是我要高升上去，这些人想到的是赶快跳下去得救。这些基督徒想的是，主啊，我要与你更亲近，到你那里去。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我称这种叫做亮点的侍奉。在初代的教会，他们有亮点的侍奉，他们是团队，天天是经常，不是3分钟的热度，是长长的、经常的，不是有头没有尾的，只是起一个头，然后3分钟的喜好就离开了，不是。他们是同心合一的，他们是同心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教会的侍奉。他们是恒切的，恒切是积极的，在店里，在家中，不止在店里，他们也在家中，在人前，在人后，在台上，在台下，有掌声没有掌声，他们都侍奉，是全面性的侍奉，存着欢喜，就是很兴奋的。如果我常常在侍奉的时候就是愁眉苦脸，最好不要侍奉。我们的神不要愁眉苦脸的侍奉，我们的主要我们的是带着微笑的侍奉，是心甘乐意的侍奉，是我们发自我们心灵里面对上帝的一种因着他的爱在我的身上我的回馈，是诚实的心用饭，是认真的，不是随便的。如果我们只想随便的服侍，上帝不缺少你我的服侍，我们要认真的服侍，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这些都是亮点的侍奉。可以在我的家中，可以在我的教会，可以在这些很微小的、很敏感的事情当中，每一件事情让它成为亮点的侍奉。最后有友谊的布道，门徒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个叫做 friendship evangelism， 友谊布道。很多时候，我们人需要先被爱，我们人需要被关怀，我们人需要感受到。昨天我有2位同工今天跟我一起来，那他们代表正道神学院。那昨天满香牧师，他是高雄这里一个长期在这里牧会的传道同工，带我去看神学院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大概2个月前，他的父亲骑摩托车，后来就跟一个年轻小伙子20岁被他撞了，他就飞出去倒在地上，头颅出血，现在是植物人，躺在加护病房。我是来这一周来上课，2、3天前听到他讲这件事情，我说我要找个时间去看你爸爸。满香牧师就带我要去，后来礼拜6没有约到时间，有时间的限制，我们就改去看他的妈妈。他说他的母亲为着父亲出这个事情有恐慌症。我们就去探望他妈妈，就在那里，这位姐妹，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见证。那她提一件事情，当然是比较伤感。她说我去参加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后来我开始担心，我心里面有恐惧、害怕，因为他们里面除了多数的人都是这种卖这个 Amway， 就是这个连锁的。她说我第一次去，他们就要我说，这个姐妹，你有没有认识你的人？可以给我10个名单、20个名单，我们可以去邀请他们。那他说，如果我不给他又不好意思，那我给他我给不出来，那这个教会变成是好像在做生意的场所。他说，我家庭出事情，弟兄姐妹没有来看望。那当然那个是很私人的，他只跟我们这样提。那我在这里提，就是说，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单亲的家庭、孩子的教育，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刚搬一个家、刚结婚、刚生小孩，这些事情我们很多的关心，最能够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些危机的时刻。当危机的时刻，我们陪伴在他们的身旁，一句话都不用讲，我们已经在那里传讲福音了。当有机会来说，你要不要跟我一样信耶稣？他心里一定说：“我愿意，我要。”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友谊，一个是爱心，一个是我们上帝话语的传扬。这2个要同时并进。教会是一个真理的地方，
教会也是一个传扬上帝的爱的地方。当这两个合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一天，我在东海的礼拜堂，有人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布道聚会，我坐在左边倒数第2排最右边的那一个位置。我从头到结束，中间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我一面听讲道，一面掉眼泪，一面听讲道上帝的话，一面感动我、责备我，一面催逼我。我就在那一天说我要信耶稣。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我举其中的一件。有一天晚上，我的老师晚上11点多快12点来探访我，他看到我的寝室的灯还是亮着，他就在寝室的窗户旁边敲几声，咚咚咚。我知道有人找我，我就跑出去，原来是我的老师。他手里拿着2片面包，中间包着肉松。他说：“敏清，看到你的灯还亮着，明天一定你要考试，你肚子一定饿了。来，这里有2片面包，里面有肉松，你拿去吃。”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爱心加上真理的知识，我决定受洗。从那一天，1973年3月3日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一条非常荣耀的、有永恒价值的，是值得我把我的生命付出、奔上其上的一条道路。2021年，新的一年的开始，愿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就像初代教会圣灵降下，神的工作，3000人信主，3000人受洗，3000人加入教会。愿神祝福我们龙光堂，今年可不可以为主做一些亮点的侍奉？今年可不可以，你只想到一个人，为他祷告，关心他，爱他，帮助他，带他到教会，让他有机会接触福音。说不定时候到了，神就借着你带领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是只有透过你，他才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世界只有一些人，他非得透过你，他没有其他的机会了。你是上帝要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器皿，你可以在他身上产生亮点，并且把他带进上帝爱子的国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你帮助我们。在初代教会，我们看见他们是一个有真理教导的教会，有相爱团契的教会，有激励敬拜的教会，有亮点侍奉的教会，甚至他们有友谊布道的教会。愿你给我们一个心志，无论得时不得时，今年要为主得人，这是我们心中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给我3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我是3年前，神学院呼召我从美国回到台湾。那我也相信，在人生最后的这个旅程，可以给神学教育有一些的帮助，好好栽培一个传道人，让他能够牧养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影响一个教会，那个影响是大的，影响是深的。我告诉我的学校，我说其他的课程我们请专门老师来教，但有一门课我自己要亲自带，就是毕业讲道。我盼望经过3年的学习，他们在神学，他们在圣经，他们在实践，他们在各方面教会的历史，在语言都学通了，最后要在那短短的20-30分钟、30-40分钟，把我所学的能够完整的表述，非常不容易。但是我期待这些同学们，他们毕业以后真的能够扎实的被上帝使用，带领教会。我服侍上帝45年，我自己知道一个教会的重要性，要带领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素质是跟着我们传道人一起成长。传道人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核心，如果好好装备，好好造就，那对整个台湾、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世界，那种影响力将会何等的浩大。没有什么比传讲上帝的道、遵行上帝的道、实践上帝的道更宝贵。整个人心要改变，就是神学教育。尼希米记谈到这件事情，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因为有伟大的国家的百姓，
在这个地方。一个伟大的百姓，是因为他心中有伟大的心灵；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因为他的心灵当中有伟大的话语；一个有伟大话语的，是因为他的这些话语是从神的道、神的话而来。教会是神学院的延伸，教会里面有一群被上帝的话语所建造的人，然后专心的受过正式这种有规格性的训练。所以马丁路德15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我们这些不是所谓的圣品，我们乃是被上帝所选召，经过一段的时间严谨扎实的受一些神学的训练，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带领教会，让教会的人跟着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所以神学院就是做这样的工作。那今天谢谢我们的牧师，谢谢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机会来到高雄荣光堂，你们可以为我们代祷，可以为我们奉献，为我们在这个神国的事工中一起来支持。请你们也陪伴，为神国塑造合神心意的工人，在这世代来改变风气，改变社会，更新国家，塑造更伟大心灵的人，充斥在我们的当中，充斥在我们的社会，充斥在这个我们所爱的台湾。那正道神学院除了在台湾我们有这个福音的工作，神学的工作，神也恩待我们。因为我自己的宗派叫做台福基督教会，那我做过10年的总干事。那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台湾人，很多的华人，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目前总共设立了7个不同的点，在那里有延伸的神学的教育。以目前在新庄的校本部做中心，向世界有华人地方扩散，盼望神帮助我们能够造就更多的工人，在这世代被上帝使用。谢谢你们的邀请跟接纳。我们谢谢陈院长的证道。今天的金句背诵在《使徒行传》第2章46到47节，《使徒行传》第2章46到47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他们天天合心合意恒切在店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看4章46到47节。今天的回应诗歌在心灵粮食选第484首，歌名是《我宁愿有耶稣》。我
奉献祷告。神啊，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我们当赞美和感谢你。现在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意来奉献，在你的事工上使用，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叫更多人领受你的爱及救恩。感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唱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那第二遍的时候，请大家以拱手代替握手问安。大家请坐。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今日为
大斋期第2主日，愿主帮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心志，并为疫情早日停息，国家城市人民不受疫情得平安祷告。今天我们感谢正道神学院陈敏清院长前来本堂正道，愿主赐福，愿弟兄姐妹关怀以代祷、奉献等行动支持神学院教育事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的敏清院长，感谢主，他能够在神学教育上面对神国的人才的培育的一些的帮助。那我们代表教会来制赠一些的礼物来送给我们的院长。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于今日中午11点40开始，欢迎弟兄姐妹参与选课。教室在201、205，还有3楼的大堂。接下来肢体消息的话，为弟兄姐妹工作平安、身体健康来做祷告，也为身体不适以及我们的新朋友来做代祷。会众请起立。3一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我们也纪念我们的神学教育，在各个神学院里面的老师跟同学都得着美好的造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及教会事工来做代祷。
荣哲，你要用鼓吗？你等一下用鼓吗？没有，那我把音响关起来咯。